有朋友成日問市面上咁多錄音筆 Boya Ultra 同其他有咩分別呢？其實答案好簡單，佢係支援藍牙錄音。今日我哋就同你下一次點樣用藍牙耳機配合 Boya Ultra 嚟錄音。首先，確保你手機嘅藍牙模式已經開咗，打開 Boya Ultra 應用程式同手機做配對。跟住用包裝入面附送嘅 USB-C 線接駁 Ultra 同手機或者電腦，之後推個掣去藍牙錄音模式，開你嘅藍牙耳機，確保佢係配對狀態。耳機成功連接之後，無論係電話、通話定係網上會議，只要將 Audio 輸入揀做 Boya Ultra，依家掌按 Ultra 個掣就開始錄音啦。錄完之後撥返去另一邊，錄音會自動上載到 Ultra App， 入面仲可以生成逐字稿、摘要同心字圖，記得揀轉錄語言同埋要唔要分開講者。仲有超過60個場景模板可以用，配合4個 AI 模型 ChatGPT、Grok、Gemini、Claude， 即刻幫你做 transcription、meeting summary 同 mind map。依家到你啦，快啲嚟試下Boya Ultra 嘅魔力！